放假啦，而家喺北海道啊！今日就嚟揾阿 Jackie 教我滑雪啦。咁嚟得滑雪咧，就梗係要租架撐啦。好彩阿 Jackie 帶住我，如果唔係咧，租架撐原來都幾麻煩。因為如果你租得唔啱咧，其實都幾影響安全嘅。架撐準備好啦，出發 ，Let's go！但教練咁靚仔得唔得㗎？真係變基佬添。Jackie，使唔使咁靚啊？咁經歷咗1個鐘頭嘅訓練咧，已經算係略有小成噶啦。我想講教練除咗可以教你滑雪之外，仲可以做埋你私人嘅攝影師，真係好襯青春留倩影啊嘛！但係當然係逃離唔過撲街呢一個命運嘅。但係你又細估唔到喎，再過多1個鐘，我竟然可以自己拿住碌 cam 自己影自己。呢度即刻俾大家欣賞下我嘅英姿先。咁但係點都好啦，滑雪都真係一個一定危險性嘅運動。我自己極度建議，如果你初次嚟滑雪咧，真係要揾個教練先至又安全又好玩。如果唔係不停撲街，其實都冇乜意思嘅啫。所以如果想好似我玩得咁開心，你知點做噶啦？教練，你覺得我滑成點啫 Good 㗎！嚟北海道滑雪，記得揾 Snowline 雪地牧場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大髀都抽筋啊！我一變咗小矮人㗎嘛，我係跪住過去。